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黃金海灣一個有裝修嘅一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309尺。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單位用咗電子門鎖，門口嘅左手邊有個通風窗，而右手邊係單位嘅浴室。浴室裝咗呢個浴室布啦，同埋用呢個淋浴間嘅設計。呢一邊咧係放雪櫃，同埋一啲收納嘅地方。客飯廳係呢個位置。雖然呢個單位係309尺，但係業主都將佢咧設計得非常之實用。開放式廚房喺呢邊，可以明火煮食。洗衣機嘅位置，而呢邊咧做咗張可以伸縮嘅餐台啊，上面仲有一個吊櫃添。呢一邊就間咗一個房間，同埋一啲層架啦，放電視嘅地方。升高咗嘅地台，裏面有個衣櫃添。我哋而家入房間望下先。呢一個係雙人床嚟㗎，景觀呢係同露台嘅景觀相同，可以你望到一片綠蔭嘅景觀，相當之舒服。我哋由呢個角度再望多次房間，跟住我哋行返出去望下外面個景觀先。未望過景觀之前，我哋由呢個角度再望多次個客飯廳。露台就喺呢個位置啦，露台都幾大㗎，可以朝頭早咧放張台放張凳喺度食早餐添。外面就望返一片綠蔭嘅景觀，同埋可以望到哈羅國際學校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都有興趣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